伊就是讲咱出来第5个啦。是，来个本节目挑战5组的题目，过5关表奖金上最35000金股，互恁炸登去哦。今仔介绍咱2队的来宾，我这边先来，阮这边拢实力派歌手啦。是，我甲你讲，我的队友天武。天武。我实在无啥想要介绍伊佫瘦啦。哎呦，这真正爱问一下，而且伊瘦了真健康。是，天文，你是安怎会佫瘦落去咧？是不是恁翁甲你苦毒？就是因为互伊苦毒啊，无啦，真正是为着身体健康。是啊，因为我即马拄生了第二个啊，因为我第一胎的时阵哦，大箍到100几公斤。是，啊，伊时阵呢，身体就开始拢无讲介好。所以渐渐，阮翁就讲，咱即马有囡仔，然后有家己的家庭，应该爱互家己的身体状况较好的。是，所以要爱佫请囡仔。对，阮就想要佫真长。因为身体健康好，你较有法度陪囡仔行较久长。对，所以就下定决心讲，一定要互家己变瘦，而且变水咧，变瘦了后，人佫会甲你讲，你变足水的。所以一减2公磅，然后减4裤，减个当穿水衫。介绍一下啦，阮这嘛是瘦落来，哎呦，好红晒啦，来，甲自我介绍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佩吉。有这种队友嘛是好咧，新队友。无哦，毋过你爱看囡仔，伊到底是低的队友，还是新的队友？迄就做歹讲啊。不管是新还是低，来，咱嘛是爱个介绍。来，咱的新队友，来。Hello， 我叫做单依婷。欢迎。有新作品要来甲大家分享啊。来，这是美术姐啊，还有上过的。来。我的第9代唱片叫做《咱的故事》，这首歌曲是我甲这位小师弟郭宗佑合唱的，一首我家己创作、家己写、家己谱曲的一首歌曲。曲嘛是你家己的。对，词曲拢是我家己的。愈来愈熬咧，拢创作的咧。好，来，即摆咱搁介绍落去好无？来，今日拢足厉害啦。对啊。因为是阮公司小师妹。这是我上新的专辑，是来墨玉同名专辑啊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墨云。文吗？是。邓家文老师。戴蒙老师正确健康的迄个两盘。嘿，来，松哥。谢谢。嘿，墨云的意思就是热情的万年，我会当唱歌嘛会当跳舞。咱来轻轻啊，甲唱一下，无音乐的哦。好，来，我的新歌叫做《已经惯势》。嘿。其实已经过去，唔知敢过去。其实已经袂记，敢要记袂记。其实已经惯是一个人。学着关系。来，你要怎？美术姐啊，安尼我嘛想要甲大家分享。伊嘛要唱一个，来遮无唱，感觉怪怪。希望我到隔壁迄队啊，准备一下来，再来这首对唱的咱的故事，但是我今日要家己唱。加油！原来是通安尼哦，来。你是我上爱的迄个人，若无你踮身边，甲阮作伴，就亲像鱼无水袂换，一阵孤单陪伴我。阮是你上爱的迄个人，若有你踮身边，甲阮作伴，咱亲像蝴蝶相依相偎，今生拢袂孤单。哎呦，咱人安尼清清彩彩的，都足好听的啦。不过即马刷落去要介绍另外一个是恁的桂林吼，是不是？是我的桂林。来，桂林甲介绍一下。来，唱片制作老师叫做陈伟强老师。伟强老师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陈伟强。好，老师感谢，欢迎您哦。目前感觉拢是新队友啦。是。啊，比赛才知啦吼。对，比赛应该是无问题啦。是。来，换恁那边啊。阮这边哈，恁这边高唱啦。啊，阮这边高得奖。阮这边是金曲双歌后，欢迎咱的队长江惠仪老师。老师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江惠仪。
老师已经提2摆歌票啊。拢是来咱家了，转去就摕啊。应该讲来公司了，转去才摕。应该是吧？对，应该是阮吼。这福地啦，福地是是是。而且老师佫得到10大杰出女青年哦。哇！我已经要中年啦。买，除了金曲奖，你看连10大青年拢会使得奖，是毋少有得奖的。有影给来恭喜。哎，无要来公司，嘿，欢迎老师哦。老师，你队友，你介绍你的队友好不好？好，一个队友是红姨。红姨老师，是，我记你啦，是，红姨老师嘛来第2道啊，第3摆，第3摆，对啊，第3道，红姨老师嘛足够唱歌，嘿，可爱女神哟，你唔敢嫌。好，老师欢迎你呢，来个上来去，大家好，我是蔡嘉莹。哦，嘉莹，伊嘛是歌手，伊嘛啊，唱一歌霹雳布袋戏的歌曲。欢迎老师，欢迎，来，谢谢各位。大家好，我叫做卡子，我以前就读日语的，卡子谈日语就是胜利的意思。我对家己的要求就是讲，对各项代志拢爱尽心尽力，爱去争取胜利。以前谈咱金曲歌谣会是谈读册时阵熟悉，迄时阵阮拢翘课，大家就是。读的时阵拢头早出，阮逐工就是去篮球场，淡仔。熟悉，欢迎卡子，来个上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建州，我是慧怡的朋友，嘛是读册时阵拍球比赛。你嘛是输的迄个？你两个共队啦，你两个共队，共一队输啦，嘿。是看到伊拢会惊的啦，是。欢迎建州，哦，真厉害。来，今麦上厉害就是爱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有影。先先甲问一个问题哦。好，来，咱欢迎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欢迎咱陈鸿威陈老师。唱歌传台语，众人拢欢喜。对啦，歌好听，大家听着嘛会欢喜啦。是，老师，我甲你问一个，伊这2字。绿，用文言音来念啦，抹物，对，听咧抹物。好，今日来要比赛啊！加油哦！来，今日的第1回合资格赛开始。4字斗1字，主持人出题目，题目有4个字，但你拢会当甲中央的答案斗出一个台语词，只要斗出正确的答案，就会当得到分数。上尾分数上悬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4字斗1字。哎呦，到底安怎斗咧？要安怎斗咧？你甲大家讲一个咯。譬如讲，台语有足侪词的，我来讲一个，互恁有看。譬如讲，什么面，什么悬，什么丝，拢是共1字头1字，又一个，多1字。头1字。就是顶面、顶悬、顶丝，4字斗1字，就爱要中间头前迄字啊。嘿，安尼大家拢了解啊。分数哪算？这回还有3题。3题。分数较悬会使得到奖金5000块。加油哦！所以啊，等下啊，嘛是赶快来抢答。好，来，下一题。请问，什么算？什么节？什么拍？什么角的？好，算节拍角咯。来，请抢答。起来哦，来。迄是拍，对咧。但是这边。来。嘿，老师来念一下。我感觉是拍算。哦，要拍算哦。对。拍节。拍节。拍角。拍角。拍婆啊吗？拍婆啊。拍婆。就是这里拍哦，哈。我来问老师，老师对不对？唔对。换这边。我小解释，迄字是，伫遮算爱念撇。撇。哪一个？撇。第3个算节撇角。擦掉，这字拍是唔对的，紧的。来，紧的哦，搁下一个。来哦。这字叫做大啦，对不？老师这字要念大对不？打到的大。这边搁这条，来。嘛是拍算，但是写正字。正字。正字。来。拍节。拍节。
怕啥？拍片，怕片，拍甲片。怕感。哦，好，来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对，哦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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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恭喜得了1分哦。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哦，哈，来，老师。可能大家较无清楚的，拄则阿翔搁改发音迄个啦，吼，因为迄个文言音是撇吼，啊，咱迄个就是这字叫做白话音是拍，啊，所以拄啊好这两个倒做伙，共汉字啊拍白话音啊撇是文言音，拍撇是一个词安尼啦吼，啊，就是叫做，就是咱即马咧讲，一般是传统戏剧咧用啦。传统戏剧啦，唱，还有一个迄个节奏有无？迄叫做拍片，就是敢若袂输打节拍迄个意思。哦，拍片。嘿，这可能大家会较清楚，其他应该拢知影啦。嘿，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我够对啊，拍片。哦，对，今摆咧更较了解啊哦。哦，咱过来一题哦。第一这里无简单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囝？什么字？什么汉？什么声咧？哦，囝字汉声哦。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开始写。来，这个哦，再后来，是个派来。做代志凡事爱细字。细字。讲话要较细声诶。讲话较细声。嘿，我迄隔壁你打生一个细囝。哦。细囝。嘿。啊咱食物件爱较细腻，唔好去目着衫。啊，还有细汉，细汉的时阵，阮阿嬷对我上好。哦，阮阿这不是歌词吗？这不是歌词吗？有受到这啦。是，好来，老师安尼对不对？讲了真好啊。好来5分钟。恭喜这名嘛得了1分哦。嘿，来，咱听老师解说哦。来，老师。好，这个细囝拄则有讲啦吼，就是拄生一个细囝，啊嘛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上细汉的囝，安尼嘛是叫做细囝，嘿对。啊细字呢吼，这有小可腔口差啦，就是有讲细字啦，细字吼，甲细字吼，对啊。细汉嘛是有无共意思哦吼，就是讲上细汉的，也是讲看起来生了较细汉的，吼有两款意思。是意思无共，对，是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袂歹，这两队吼，其实拢考袂到哦，我因感觉。为有咧写歌词的，有咧念歌词的，应该拢知影。无唔对，而且咱甲第一回合，这5000块呢。哎呀，写好够紧的。奖金到底多一边呢？即摆1比1啦哦。好，来，首先个另一个点名咯，是上位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叶？什么柳？什么叶？什么树咧？哦，叶柳叶树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对歌手来讲吼，头一个是最重要的哦。我参加买个，买手互你处理就好。有影。买溜咱就来做一个 ending。买溜咱来做一个 ending。买碟吃古水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歌后大车饼，倒一队会当抢到5000块的奖金咧。叶柳叶树哦，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来，今日写哦，知影就今日试哦。哦，这对歌手来讲吼，头一个是最重要的哦。嘿，什么叶？哦，来，老师这边。我参加买个，买叶。买手。买手互你处理就好。有影。处理就好啊。是，你讲买溜。买溜咱就来做一个 ending。买溜咱来做一个 ending。嘿，啊，搁一个。买碟吃古水。买碟请老师讲解说一下。哦，看唔知影意思就对啊。不过我来问一下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对。来1分钟。恭喜得了第2分哦。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哦。来，老师。嘿，拄则迄个词吼爱读白话音啦，其实是买呀。啊有，但是较侪人会搁加一个啊，所以讲买牙，吼，因为这有腔口差，所以有的所在并无安尼讲，有的人无迄个买字啦，吼，就敢若讲牙安尼，嘿，啊，所以这是有地方的腔口差，有可能无一定讲大家拢知影，嘿，啊，若是有强调这个，因为伊个买溜较大拍的声，所以加一个买安尼，所以这有人讲买牙，还是讲牙，拢有人讲安尼，是，嘿，你讲。考袂到啦，人讲较
足轻松的感觉。这可能是这个单元有史以来回答了上紧的一摆。我拢大家拢袂晓写，袂知影什么意思啊。系啊。来，先看咱这边的实力派。哦，得到1分哦，袂歹哦。嘿，啊，咱金曲的。哦，歌后得到2分。好，所以讲这5000块你倒一边咧。就伫咧咱歌后这边咯，恭喜哦。好，今日咱的第2回好无？手搭定歌机。手搭定歌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搭定歌机。台语安怎讲？台语是要安怎讲？今日想要讲咧。哦，今日嘛是同款是咱的课文啦。哦，不过咱来先讲一下分数安怎算，好不好？是，这回合吼，咱有5题。 5题哦。嘿，分数较悬的多吼，第3伫咧这回合得到1万块的奖金哦。加油哦！1万块就搁他去啊哦。袂紧张人吼。啊？袂紧张人吼。还好。好咧加载了对吧？你的人你我会想。你哪会刚刚啊呢？不是，顾囡仔。生第2个顾囡仔真正足忝的，是毋是？伊其实是咧紧张，所以头脑开始小可失神啊咧。某拢了解伊啊。其实即摆是想是厝内底囡仔啦。嘿呀。啊，2个人拢出来囡仔。有人讲，有人讲啊，袂歹。生第2个无简单啊呢。结果你拄问啊，囡仔，拄想到安尼。哎，今日徛伫遮，拢是爸爸呢。对。你甲阮骗，你看到敢若是学生啊，哪有可能是囡仔？一个查某囝哇！差不多8个月，8个月啊。啊，恁细汉的几个月？拄要满4个月。哇，真正哦，拢这个是新手的哦。对。是，阮这题目足困难的呢。我知我了解，所以我一直咧看，一直咧想，一直咧准备啊。什么时阵要开始？来，准备好，我们开始啊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我先甲大家介绍吼，平湖遮吼有一句俗语吼，就是叫做一桥二好三西楼。啊，这二好呢，到底是啥物意思？对这个渔翁岛甲白沙岛的中吼，就是有这个所在叫做二好。啊，这二好就是因为古早的时阵吼，是一个足危险的所在。啊，为着要互遮渔翁岛的人行过到白沙岛，因就是专门建这个桥。 跨海大桥，甲去年是全台湾上长的桥，伊总共的长度约2公里。好，安尼我要来出题目哦。请问跨海大桥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跨海大桥安怎讲呢？跨海大桥安怎讲？跨海大桥哦。好，来咱请手答。好来，水。请你来，你醒过来哦。为了奶粉钱，跨海大桥。 跨海大桥，你有拍点？卖笑啦！查甫人对吧？跨海对，大桥。无敢要讲改编的大桥哦。跨海大桥。好，来老师是毋是跨海大桥？差一丝啊！差一丝啊！来，新爸爸。我嘛是跨海大桥。你嘛是跨海大桥。我想一下别种的讲法看卖。 跨海大桥，跨海大桥。好，来老师是不是跨海大桥？唔对。差伫倒位咧？差伫倒位咧？一个音啦。吼，不要紧，第一题赢啦，无分数，大家拢平嘛。对啊，平手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哦。来，老师。 其实你若讲白话音就好啊吼，伊迄个虽然调嘛是另外一个问题，毋过就是大桥啦，毋是大桥吼，因为这大甲大也是有分别，无共所在用啦。嘿，啊，咱遮用白话音的大桥就会使。啊，迄个海呢吼，若是这桥一个桥的名来讲，应该4字要连做伙，所以除非讲啊，我着挑到要
强调这个跨海，啊，若无应该是跨海大桥。哦，啊，当然你讲我要做强调，可能嘛有的人会安尼讲跨海大桥嘛，有可能有人安尼要强调迄个跨海啦，吼。啊，不过你若以4字一个词安尼来讲，应该是爱跨海大桥安尼。哦。啊，另外一个嘛有人会主张另外一个字，就是第一字改做下，因为有的人认为安尼下过安尼，所以嘛有的人会用下海大桥安尼来看。下海大桥。对，有的人会安尼啊，对啊，但是你讲照跨迄字的音来讲嘛是会使，跨海大桥安尼。嘿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哎呦，咱就猜一点点嘛，不过一点点嘛，阮就要甲恁计较啊。对啦。嘿，因为要甲大家讲正确的讲法，吼，不要紧，咱搁有后手哦，差一点点嘛不要紧，吼，互相拢加油。来，今日换人。拄拄啊，音差是拄拄啊尔，我要问一个老师，老师你拄拄啊听到你的念法嘛是共款吗？是甲阮老师的共款，还是甲平静的共款？应该是甲老师较相像，但是我嘛是跨海，跨海大桥安尼。大桥。跨海大桥，所以老师你是台湾囡仔吗？我算是。算是，所以讲你以前就拢开始你做设计设计工程师的时阵，你就是你讲台语的。其实厝内底无讲台语，但是我会晓听，而且我自细汉就唱台语歌。哦。只是讲一直到家己咧写歌了后，才有较有研究讲台语一寡正理，还有台文的一寡意思安尼。啊，你拄拄啊第一张吗？对，第一张。第一张。爱紧张哦。哦，我真紧张的。哦，我是外省囡仔。哦。啊，所以讲你Hello啊，你唱的时阵练唱的时阵，你台语拢用背。对。不简单呢，制作人，制作人，哇，就欢乐诶，就欢乐诶哦。你偷笑呢？老师唔偷笑。是听到真简单的，一直笑，一直笑，一直笑。我一定袂晓讲。哎，无哦，应该拢真简单哦。对啊。好，手放在另一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咱会当试哦。好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伫这个跨海大桥的这个西屿这边哈，嘛有一个足大的一个雕塑。这个雕塑吼是伫民国81年的时阵，由台中的一个足有名的艺术家制作出来的。啊，你看嘛，这个就是一个渔夫，啊，渔夫伊咧捕啥物件呢？伊就是咧捕一只鱼啊。这代表啥物呢？这代表就是吼，一种的平湖人，就是专门咧钓鱼啊，靠钓鱼来生活的吼。好，安尼我们来出题目，请问渔夫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好，感谢 Kevin。谢谢。哎，来手更好好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上个咱搁讲一摆。请问渔夫的台语安怎讲？好，渔夫哦，吼，伊的台语安怎讲哦？来，咱请手答。无遐困难，真正无遐困难，真正无遐困难。好，来，我嘛唔知。了解你试看卖。拍鱼的人。拍鱼的人是确定。看嘛就有确答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拍鱼的人对唔对？拍谁哦？哦，是来。足简单，足简单的。鱼仔人。鱼仔人。我在想讲，哎，比我更较行。咱讲黑是者无？鱼仔人。什么呀？偷海的人。哦。偷海的人，确定。偷海。对。对，偷海的人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偷海的人对唔对？好，你过。真正无遐困难呐！来，阮首先，恭喜得了1分哦。其实应该做有另外一种讲法啦，是啥嘛？应该拢有哦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一般咱若讲是一个名称行业来讲，咱会甲迄个下省略啦，吼。所以讲讨海人安尼就会使，吼。但是嘛有人讲掠鱼的，掠鱼的，是用拍的，是用掠的啦，嘿，掠鱼的，嘿。当然嘛有人直接讲渔民啦，吼。但渔民算较后壁才生出来的名啦，吼。较口语较古早讲的就是讨海，还是讲掠鱼安尼，讨海人还是掠鱼人、掠鱼的、讨海的安尼，嘿。老师啊，行船人咧？行船人无一定掠鱼。哦，有可能招书。所以做海运的款啦。嘿，就是讲，当然有人反射想讲共款，但事实上是无共吼，就是讲无一定共，啊，毋是讲一定无共，嘿，所以就是有人分较清楚，就是会讲法就无去讲迄个行船人安尼，是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
你甲看，就是拢唔知影，你就是想到啥，你就紧来讲就好啊。是咪足简单呢？是啊，是咪足简单呢？后等下佫较有三题，佫较简单呢。啦，莫想遐济。嘿啊，免想遐济。好，来，今年换人。拄啊，咱大家拢伫讲，迄其实题目无讲遐尔啊困难，可能咱嘛无定来讲啦。是，有影，只是无定讲尔。是啊，无自信就唔敢讲出来。啊，其实想到啥，咱就讲不要紧咯。吼，依婷，吼，你来过嘛？嘿，来，对。啊，所以讲你就免惊。这对你来讲会困难吗？有当时也是想济，是讲到底是对啊唔对，啊然后就会感觉唔敢讲安尼。是，啊日常其实咱嘛拢捌讲过啊，对啊，掠鱼仔的啊，生活当中拢出现啊。对，啊老师你拄啊有约着啊？小可约一个，但是阮讲的较无共款，南部的讲的较无共。啊，无你讲啥物？我就讲钓鱼啊，钓鱼啊，因为用钓的，用钓的。啊，是每一个所在讲的，真正拢无共款。等下我都唔知影课文又搁要变啥。哎呦，到底要问什么问题？对。好，来手放喺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再当试哦。好，来，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知影吼，配合遮吼有一个所在叫做白沙岛。白沙岛吼经过这块大桥了吼，你就会来到西屿岛。恁敢知影？之前吼，伫这个荷兰殖民的时阵吼，荷兰人将这个配合吼，就是规个都叫做渔翁岛。啊，毋过了吼，这渔翁岛就改名叫做西屿岛。好，啊，恁我来出题目啊！请问西屿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西屿的台语安怎讲？西屿哦，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来，依婷，西蜀，确定？嘿，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西蜀？唔对。哦，老师有机会啊哦。西蜀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西蜀？就是无，敢若拢无这音。因的字应该是对的啦，是第二个调无共啦。对，无唔对。好，不要紧，赶快搁平手。好，老师来，嘿，老师来解说哈。来，老师。对，咱在地是用白话音西，这个第一字是无唔对。啊，不过第二字可能较侪人袂晓。倒数的数，所以是加迄个就是朴树啦，什么树吼，迄个树共音啦，所以是西树，对，所以是调的问题，嘿。是，哦，拢去互迄调片去啊。因为伊是西边的嘿，所以是叫做西书安尼。是，蓝书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哦，原来就安尼，咱就知影讲迄个字就是爱念书，嘿，西书。对，蓝书。其实咱拢讲讲真简单，其实嘛是无简单。没啦，我课文的问题，毋是咱的问题。哦，应该就是伊的面相无正经啦。正经的啦。嘿啦。吼，阮后一题要调分啊，两边。即马平手啊吼，无，哎呦，还袂开始的，吼，课文你要较正经的哦，吼，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哦，即马是老师对老师，老师对制作人，制作人，哦，老师拄啊迄字应该对恁来讲应该是袂困难呢。拢知影吧？因为我文言知影较济，所以颠倒白话我。较无，较无啊在行。我甲伊斗病，我是白话较知影。哦。吼，伊长拄啊迄字吼，阮定定拢无啥伫讲。书。嘿。无定伫讲。拢会互伊骗去吼，可能念有，也无念啥安尼哦。对。好，来手放喺另个顶面，听我讲请手答，咱来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看嘛呀？你看这我后壁这个壁吼，敢毋是足壮观呢？你敢知这叫啥名？这就是叫做玄武岩。玄武岩这物件到底是安怎出现呢？这都是水吼，就是对这火山吼喷出来了吼，伊会变冷。啊，变冷了吼，就是会变这种石头吼，这种石头就叫做玄武岩。这玄武岩这种石头吼，就一人会来用起厝吼，用起厝。好，我们来出题目，请问玄武岩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玄武岩的台语安怎讲？玄武岩哦，好，来，咱请手答，玄武岩，真好听哦。你若要讲，你会讲啥？玄武岩。
盐，对啊，有的嘛是拢会直接甲翻过。翻起来有一个是较口语在地讲法，就是讲伊迄石头色较暗色，所以有人讲是。来去平湖一定爱看的好风景，伊的台语要安怎讲咧？选5言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很污盐，很污盐，哎呦，真好听对哦啊。好，我来问老师哦，老师是不是很污盐？对。哇！开始啊，开始啊！开始就酒咯。好，来，咱来听老师解说。来，老师。好啊，这无怪讲文言音较了解、较研究啦吼。这个咸啊、母啦，吼啊加盐吼，当然这斗起来咸母盐，啊毋过盐其实嘛有另外一个音叫做盐，所以嘛有人讲是咸母盐吼。啊毋过佫有一个是较口语在地讲法，就是讲伊迄石头色较暗色，所以有人讲是乌石。吼，就是乌石头的意思啦，嘿，所以在地佫有一个较口语的名，就无照迄个汉字来读安尼，吼，以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呀，你甲看啦，知影其实老师你若要讲，你会讲啥？很污盐。盐。哦，老师对啊，有的嘛是拢会直接甲翻过去，安尼就好啊。是，无困难嘛吼。对啊，简单啊。照你点点。分数咱安尼拢平啊哦。哎，上尾啊哦。加油哦，加油哦，来啊哦，看啥人甲奖金摕转去哦。好，今年换啦。是。上尾啊，一个即马平手啊，拼1万的哦，拼1万。原本无遮紧张，结果即马平手压力拢伫阮第5。对。即马真怪。所以讲就是叫恁来冲啊。袂啦，后壁的队友就讲你会当，你无问题啦，是啊。啊，这边较子应该是拢无问题啦。无问题啦，对啊，有信心，拼了就对啊。1万块阮的。较子你拢讲日语的。啊，我以前是读日本的，啊，所以去电子公司上班是讲日语的，啊，后壁就倒来厝的斗3工，我即摆做迄种拉链制作的，遮久，对，无毋对，生意的、卡邦的、金具的用的拉链，阮拢有法度处理。哦，伊台语做认证的，生意的，哇，好啦，我试看卖啊，爱有信心再来1万块摕倒转。好，来手跟个另个顶面听我讲，请手答咱来当试哦。好，来，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这道菜哈就是叫做沙棒。沙棒这物件到底是啥物呢？而这配哦吼，若咧烤肉的时阵吼，有人会到海沙煲去掠这个沙棒吼，所以你若来到配哦，一定爱点这道菜哈。好，我先来出题目，请问沙棒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沙棒的台语安怎讲？沙棒哦，沙棒的台语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啊，你知哦？来，海螺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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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唔是吗？偏路的海螺啊，唔是这种的，是这种的吗？哦，我知影遐有一种海螺啊，咱试看卖。好，你讲海螺啊？海螺啊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海螺啊？唔对，哎呀，海螺啊是一种鱼啊，海蛎鱼嘛，真大尾嘿。来，沙棒。沙棒啊，偏偏我的含义无熟呢。嘿，然后无食这款，你无食这摆的对吧？啊，你若讲真正要甲翻，要安怎翻？对啊。啊，毋过我听到第一个感觉，毋知，毋过海龟子含这想要无共。无共，毋是海龟子。哦，等你若平手的意思就是讲，哦，拢有迄落奖金哦。有可能哦。但是因即马输5000啊赢才会使。对。后壁咧跳庙会啊啦。哎，是毋是我上爱跳？对，哈，对。夯。我咧拖汤咧。鹹。加油！音有差不多嘛吼。刷鹹。哦，刷。要记到。刷鹹。来个讲，真正是我爱跳的哦。对。这不是，这是一种物件，你知道一种海产嘛？对。鹹啊。对啊。刷鹹。
你当作咧唱歌啊？你哈，拢有啊。选一个，选一个。刷汉堡，刷汉堡确。定吗？哦，确定刷汉。来，老师是不是山汉？大家拢跳好多啊，庙会啊。哎呦，你讲唔系啊？好，来分数。恭喜你的第2分哦！来，咱叫老师来解释。来，老师。我足惊你嘴无合起来，毋过咱拢有咧唱台语歌，应该是嘴会合啦吼。嘿，啊，个调的问题，伊拄仔小可有走去其他的调嘛吼。嘿，啊，当然咱较接讲蛤蟆，可能较咧讲高字的啦。对。嘿，啊，伊高一字是喊无唔对啦。嘿，啊，沙喊是正确的，对。嘿，当然蛤蟆有的人认为讲就是一个通称啦，毋过咱一般咱台湾人咧讲的蛤蟆，就咱一般所有的文革迄种有无吼？对，所以若是类似的，可能就是头前佫有其他的字斗起来安尼，嘿，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简单，钟声溜出来啊！好，来，咱请回看两数，来看分数。先看咱这边是咧排歌手，今麦这个2分哦。嘿，啊，来咱这边马明1分啊哟。所以讲，在前班课你倒位咧？前班课就伫咱歌手这边咯。继续个拼落去后，今日咱的第3回合，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2支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其实真紧张，真刺激。是安怎讲咧？即摆比数吼，5000是咱这边，是，1万是咱这边。哎呦，其实要变盘足简单的，因为差5000尔。无唔对，来讲一下，咱这个回合奖金偌济？这回合奖金有2万块。2万块，嘿，这边若赢就他起就3万啊。是啊。好啊，这边赢，咱就他起就2万5啊哦。来啊哦，好。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羊啊笑牛无手，甲倒一句的意思相共咧 ？A. 久笑比无尾 ；B. 先拼先害死高济天 ；C. 牛骹牛来吧。哦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嘿，羊啊手笑牛无手啦。来哟，可能哦。先拼先，还是牛骹牛来吧？是，我听起来拢敢若拢袂歹哦，吼。哎，这种同步啦。系啊，我是较轻烦恼，因连 A、B、C 3句先来个，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时间到，咱请是答案。来，七嘞。哦，嘿，来，你谁呐？感觉是久笑比无尾。羊啊笑牛无手，啊羊啊，对，安那？羊啊笑牛无手，羊啊，嘿对，啊牛无手啊，对啊，哦，久笑比无尾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迄种感觉，像嘿共款。两句甲第一个迄种第一个感觉就是感觉应该是久笑比无尾的意思。所以恁较无把握，就先甲一个分线迄个风险一下，是安尼嘛好啊。对啊，有一个死呢，是，对啊。安于就是要建议就叫伊分哦，安尼风险啊。啊，那咱这边嘛是有分线，有一个 B 啦。来，咱来问一个老师，你啥嘛？风险的问题，迄第一点，第二点我感觉，我感觉啦吼，就是羊啊笑牛无手，但是羊啊本身伊家己嘛有手，所以就是意思就是感觉先变先的迄个感觉。哦，我就是要甲你比的感觉对啦，就是感觉迄个感觉。嘛，敢若有道理呢哦。有道理啊，是。啊，这边拢是 A， 老师你嘛是选 A， 久笑比无尾。对，嘛是想讲羊啊有手，牛无手嘛，啊牛有尾，比无尾啊。哦，好，咱来看一下 A、B、C 到底是正确的答案是。好，来歹势 C 啊甲 B
咱试一个失败。好，基本上这句咱较常听到应该是迄个久笑比无尾啦吼。啊，不管是羊牛啊、龟比，会使看作是有一点仔小活的动物啦吼。啊，所以就表示讲其实是两款物件，像两个人两款两边是其实差不多的。啊，可能当然无共人有无共人的优点缺点吼。啊，有的人较高啥物货，有的人较高另外的这部分，所以就是只要是其实是。可能无一定知影家己的缺点，啊，咧笑对方哦，不管风气啊啥吼，啊，拢会当用这句啦。所以其实这两句是差不多意思。啊，那另外两句其实意思差较济啦。哦，迄个先变先，吼，这个对，这个大家应该知影，就是互相咧对呛咧斗争，吼，相拼安尼。哦，啊，另外迄个牛骹牛来肉，哦，有的人可能有无共用法啦，吼，有的是会用伫咧讲。拢是家己人，吼，免安尼相太，也是讲平平拢家己的囝，吼，无需要去计较啥，这种意思，嘿，对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啊，大家拢知影意思啊，吼。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科技头家回答黄仁勋，以倒一种产业做发展的项目，伫咧世界真有人望咧 ？A. 电动车 ，B. 加密货币。是人工智慧。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哦。哦，这上新的题目啊！对哦，这若看新闻应该拢知吧？黄仁勋呐。哦。对啦。是电动车，还是货币？加密的货币。货币。货币吗？货币。货币。还是人工智慧。对。好，来哦，回答。那有咧要股票应该拢知啦。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时间到，咱请起答案。哎呦，无可能，这边是4个拢 A， 这边是4个拢 C， 安尼啦。这边有一个工程师啦。哦这声来，无定着哦，无定着是电动车哦。来，你是安那会选电动车？你捌看过这个新闻无？我知影这个头家，我一开始是想要选 C， 不过我搁惊我伊的资讯可能是唔对。唔对。叫阮的队友讲，伊看到的是电动车。哎呦！所以我就对选电动车。是。哦。我来问一个咱的工程师，你感觉是人工智慧？人工智慧，因为电动车就早就有人做啊，像红海上面都有做，但是回答今麦较有名应该是 AI 的物件。是哦，已经行到车 AI 啊。AI 啊。但是唔对，就是讲会时间错乱。哦。你嘛会惊伊唔对哦。无定就是 B 哦。无一定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了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是。新闻可能是较进前的啦，真可惜。来，麻烦大家试一个失败。哇，这下真正失败。来，恭喜这边变盘哦，4条命哦，恭喜！来，咱先请老师来解说。来，老师。好，这有工程师伫遮，若阵佫讲唔对嘛，真正是会做硬气啦吼。啊，表示咱节目呢，就是有咧注重即个一寡新的资讯还是趋势吼。有些题目就是会有一寡可能甲时事小可有关系物件，所以嘛提醒咱观众朋友伫咧以后吼，会当加注意一寡咱社会其他相关的各种的议题，拢会当来关心啦。啊，其实这就是最近足红的一个议题，吼，即个 AI 的晶片，吼，因为这个回答的公司因的迄个晶片市占都真悬，吼，啊伊的即个股票一直咧起安尼吼，算说讲起到一个观点安尼，嘛是算会当讲，因为即个头家黄仁勋伊本身是伫咧美国大汉的。哦，啊，毋过伊就是台语、英语两双语的，拢足好的一个代表啦，吼，啊嘛是台南人吼，所以就是即阵啊伊的议题甲带动 AI 晶片即个物件，会使讲伫咧国际上，互台湾提高即个能见度，哦，这嘛是一个互台湾伫咧世界出头的一个足好的一个代志安尼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哎呦，真可惜呢，拄拄啊有1万呢。对啊，本来赢5000呢。是，来，咱即马看一下吼。
这边咱先看歌谣这边，这边偌济？即马吼又搁有4条命，加咱头仔的2万，所以即马有25000块咯。25000块，啊，那咱这边呢？哦，即马就是头仔迄回合赢的，所以是1万块。哎呀，真可惜啦，真可惜。不要紧，25000，咱看会当摕倒转去。加油哦！好，咱来个加油哦！好，最后一个回合哦，今日的小记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当中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把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砸转去。嘿，俗语我来排。全家抽奖金。哦，今麦奖金偌济？咱今麦奖金有25000块啦。25000块，意思就是讲25000块有25秒哦。是的。哦，啊，不过25秒。有较短一时啊啦。是。所以咱就送伊30秒嘛。55秒哦。是的，没错。好，来，咱一个一个来，来，老师先，第2位。叫牌哦。第3到第5。好，来，我开始哦。来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是啊。来，什么3笑50名？哦，牙头正确。来，敬啊敬，敬到一个。袂灵敬。袂灵敬，哦，正确来。水歹无比止，爱着卡不是你卡。金曲歌晓带头饼，因会当提走偌济奖金呢？咱请开始。老师啊！来，什么3笑50名？哦，牙头正确。来，敬啊敬，敬到一个。袂灵敬。袂灵敬，哦，正确来。水歹无比止，爱着卡不是你卡，哎卡。哦，正确，来。什么人骑？哦，马，人骑，正确，来，囡仔人什么？312。哦，正确。来，好完。好，咱这牙头的这牙有手字边提手边吼，嘿，若是无迄个提手边是记还是古啦吼，嘿，啊，古早有一个较笑亏，就是讲有人讲古条三笑有新名，当然这文件的对，但是有的人讲调讲唔对，变做古头三笑有新名。嘿，啊对，咱来讲牙头是较白话啦吼，嘿，啊，过来就是讲迄个水歹无比止，吼，迄个比止意思就讲。比袂了啦，比无什么结束的时阵安尼吼，啊爱着较惨死，那爱着比死较惨吼安尼。哦，这个卡就是迄个叫。嘿，比较的较，伊另外一个音就是卡安尼吼。对啊，乌白乌人徛咧，应该大家知，囡仔人有耳无喙，大家拢互念大汉的吼。嘿，应该是简单，毋过字就小可有几字啊，大家小可爱搁去入捌一个安尼尔吼。以上。好来，咱今嘛有几秒？因今嘛搁剩25秒，所以有25000块。真正甲25000摕倒转去呢。是啊，够了后的啦。哦，来，今嘛进来去颁奖。耶！颁奖！奖金25000块啦。这边吼拢无来宣传，哦，不过咱一趟到就是奖金啦。提奖够奖金，奖做有缘的。就有缘的，真正。后回你要换这队无？无，后回老师你来宣传，啊奖金互因摕。哦，咱看奖金是买因的专辑。后边你的朋友嘛当接我。老师拄啊讲哦，看奖金哦，他买恁的专辑啦。嘿，大家音乐人拢爱互相啦。是，恭喜老师。啊，来咱这边哦，无奖金不要紧，咱头宣传哦。对啊。来，一天。来，我先吼，我的第9块唱片呢，咱的故事这首歌曲嘛是我家己创作的，伫7月27号发行啊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。是，咱的故事。好，来讲下来去，妹妹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墨玉，我的最新专辑，我上新的专辑。墨玉已经发行啊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多谢。加油，搞到支持啊！搞阮起一个赞啦吼，无你去甲阮欣赏听一下吼。无唔对。好，今日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感谢咱的国文老师丹鸿辉，丹老师辛苦咯。水开讲台语，全
大家有智慧哦。大家有地位，俺大家斗阵表台语，我你大家嘛拢欢喜，欢喜上佳话啦！哎呀，恭喜老师哦，赞赞赞，得奖高手，谢谢，谢谢老师，哎，谢谢，感恩。